最近这2礼拜，真侪是西仔拢会去陪墓，不过伫新竹所有民众伫陪墓的时阵，发现讲老祖公的墓去互插一支被定收土地告示牌，而且佫插伫人的墓头，而且佫插几片，也引起民众不满。原本要来陪墓，却看到祖先的墓顶悬扣人钉起啦，写征收告示，民众无法度接受，而且毋是干那一部分尔，对远处看过去。规片的墓地，每一座墓仔顶悬拢烧香，感觉蛮不好的，没有尊重当地人的一个风土民情的问题。那这边属于比较保守的地方，所以大家会忌讳这样子的事情，插在自己家里的墓地上面，这观感相当不好。说明会的时候，都强烈的跟科管局表达，不得把我们任何的告示牌以及我们的标示钉在我们的墓碑以及我们的坟墓的范围内，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官员讲，无论大家是毋是同意征收，因为风俗甲地理的关系，拢袂使伫人的祖墓顶悬钉任何物件。但是讲卖去迷信，这款的做法，也是会互人心里真不安。民众就有疑虑，那这样子会影响他们家里的这一个运势。以及他们家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经过了解，发现原来这是新竹科学区按说要征收的用地，最近在委托外包商处理，发生这款代志，科学区感觉真歹势，已经通知厂商量早改善，换另外一款袂去影响到大家的方式来通知。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